新竹市的食好水公投案今仔已经通过啊！今仔日公民团体也来到市政府提出因所规划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呼吁市政府就要赶紧规划。技术立法，回应公投，回应公投。公民团体表示，去年底啉好水公投结果，同意票超过13万票，可见民众对新竹水质有完整重视，希望市府应该依照公投结果。定出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头前溪是我们整个大新竹的一个母亲，我们希望头前溪的它的水质也能够更好，更多的废水能够分流排出。希望市政府能够愿意停下来做苦工，去把灌溉水跟我们的饮用水水源有哪一些污染源能够汇整出来。所以希望市政府在这上面努力，而不是单纯帮我们调来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并不是回应这个公投主文的要求。除了自治条例，公民团体也要求设置废污水污染管理委员会，统一水质管理的代志。除了公民代表，各党团也来到现场，表达对啉好水的支持。能够设置专职的委员会，来让我们的水质管理能够在事权上面一致，让民众真的有好的水质，然后能够获得水源完整的保障。针对诉求，市府表示，目前已经开始自治条例的准备作业，会统整市民、民间团体以及专家意见。13迄天会邀请民间团体做伙参与会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